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死了2个小时之后，后脑又会被钝器所伤？会不会是他没有死透？2小时后站起来没站稳，又滑倒了？你讲什么鬼话？你那边声音怎么这么奇怪？你在阴间啊？是也不是。哎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电话打过了平安，我按过了平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喂娃娃 drama Detectives， 这是我们第一次经验示范，怎样才能装作是老师？自然一点，当做是自己家就好了。我回来了，饭煮好没啊？还是要专业一点。给我2份尸体，6小时之内死的那种。面前就是。别误会啊，想开瓶啤酒，不是害怕了啊。说吧，你的结论是什么？死者的死亡原因是利器刺穿心脏，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30分，他居然可以在这里吃东西，也就是6个小时之前。不能怂了，跟他杠。这些东西啊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还有新鲜的没有？对啊，还有什么新鲜的没有？法医真是个冷血的职业。职业需要啊。6小时之前已经死了，为什么死后2小时还有钝器击伤后脑呢？不要被框住，我们应该跳出来，去模拟一下案发情形，没准就有突破。行，那老规矩，你演死者，我演凶手喽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演死者啊？因为我比较活泼。不行，这次我必须要演凶手，不然我就不演了。好，要演那就演全套哦。嗯，来啊，来嘛，来嘛！也没有必要这么认真嘛。凶手是死者妻子嘛，严谨一些，来吧。啊，现在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停，不对。哦，确实是不对，不是因为感情问题，是家暴，对吧？我是说你的刀不对，你他妈用的不会是真刀吧？这还不够严谨吗？那这个喽？哎，别，来，你用这个，来吧，来吧，你打我！我停！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手劲这么大！我的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要不起，短短几分钟已经死了2次了。我错了，再来一次嘛，再来一次。死了2次，我知道了。凌晨4点30分，你听到动静，发现你女儿的房间一片狼藉，你的丈夫倚在你女儿的床边，于是你痛下杀心，拿花盆击向她的后面。
然后你才发现门后拿着刀的女儿。是妈妈。但是，死者的真正死亡时间是在2个小时前的2点30分。来，给爸揉揉腿。你不是我爸。后爸也是爸，给爸揉揉腿。不会。不会。送你去卫校都学啥了？你快回去吧，我要睡了。陪爸躺一会儿。你快回去吧。你忍无可忍，恐惧之下，你将在卫校学习用的手术刀捅伤了他。正是这一击，直穿心脏。是我杀了他，跟我妈妈没关。是我杀了他，跟我妈妈没关。跟我妈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我妈妈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有没有关？法律说了算。怎么样？我这剧本可以吧？太不真实了，哪里不真实了？一个外行什么都不懂。这么简单的案子 ，bug 还这么多，法医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，致命伤在心脏，哪有那么麻烦啊？你说的也有道理哈，那我再改上。我们已经蹲守3天3夜没睡觉了，你不累不困的吗？你没和东鹏特饮吗？哇，真的好精神啊！这次一定要逮到他。这40年我都没有闭过眼，他一定还在里面。快看，他出来了！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。你现在扮演的是一个中年妇女。就刚刚说的是一眼。刚刚说讲那个光那个灯那个光的吗？光。你刚刚讲的这样一个问题吗？光。我的嘴巴，你看我嘴关成那个。不，你接受导演接受不了，会很假，后期配的没有同期更好。被拉开了吧？那服装都在，我是没跟着的粉，但是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踹门！好了，没问题了。看来你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。这些电影真不行。如果我演的话，分分钟完爆他们。我们是侦探，
哪有什么机会抛头露面？你这演技还不如去锻炼一下身体。喂，最后一颗金子弹手。机会来了。电话打过了平安，我按过了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喂娃娃 drama detectives。小花是吧？是，你跟我来。没事，等我休息。这次恐怖分子点名要你到。那他提什么需求没有？没有，他说只想和你沟通。好，看你的了。看来这里火药味十足啊！那当然了，桌子下面全是炸弹。哇！是谁把炸弹放在这里的？怎么没素质？是谁？是不是你阿婆啊？是不是你？神经！姓蛙的再装疯卖傻了，真炸！大哥，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，冷静。我是密码。给你点时间，好好想想，今天为什么是你在这里？火车，帮我查一下刚刚经过本市的火车路线。兄弟，你这炸弹威力大吗？炸弹一旦引爆，整座大楼瞬间会夷为平地。你也别想参与。除非你想所有人跟你一起陪葬。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不要牵连这些无辜的人。游戏已经停不下来，抓到或者以废物的身份去死。Nice。哦，我是说你的炸弹挺 nice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？啊？口干吗？要不给你点杯奶茶，地址画一下，半糖还是全糖？半糖。你在偷我地址是吧？那我点到电糖，你自己来取哦。别再废话了，当真不知道我是谁吗？阿伟，你没错，阿祖是我好兄弟，就是因为你们他才被抓了。你们两兄弟都很喜欢玩炸弹游戏是吧？要不我陪你玩个游戏呗？好啊，玩什么？刚刚那个是消防车的声音吧？是，帮我查一下刚刚出警的消防车的路线。抓鸭子，抓鸭子，抓几只？8万只。抓到了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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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嘎，是不是嘎不动了，兄弟？嘎，你才搞不懂！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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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又不嘎了，兄弟？你他妈耍我是吧？喂，兄弟，兄弟，
在吗？换别的游戏也行啊。兄弟，成语接龙。我们已经蹲守3天3夜没睡觉了，你不累不困的吗？你没喝东坡特饮吗？哇，真的好精神啊！这次一定要逮到他。这40年我都没有闭过眼，他一定还在里面。快看，他出来了！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。然后这是你第一次拍戏吗？其实我以前有演过《仙剑奇侠传》。我去看老师也上大题。辛苦啦！没有啊，面膜在你脸上看起来很迷你。迷你。你看他都叠起来了。看看什么？认真看剧本的哇老师。这装起来了是吧？你看有镜头，赶紧拿出去。这装起来了。没有，今晚台词很多。今天第一次看剧本。念闲是吧？喂？什么？密室失踪？电话打过了平淡，我按过了我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喂喂喂，娃娃，drama detectives。辛有野，知名拖更漫画家，1周之前失踪，是粉丝报的警。监控怎么样？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。1周前，也就是6月28号回家后，再也没有出去过。啊！手机定位一直在家，家里没有搏斗痕迹，也没有财物丢失。那真的是密室失踪了？不清楚，所以我们才来。你干什么了？手机不见了。刚才不是看你拿着吗？对啊，你打个电话给我。再打一遍。看来辛伟不是失踪，而是穿越到漫画里了。那他是怎么穿越进去的呢？咱们只需要弄清楚你的手机是怎么进去的就可以了。没错。回忆一下，你自从进门都出现过在哪些地方？
当时我去厨房吃了6个三明治，也就是18明治哦，一个即兴的小幽默啊。然后突然有点犯困了，应该是血出的缘故，我就去床上躺了10分钟，刚要睡着，发现肚子痛，应该是三明治坏了。然后我就上了个厕所，出来之后一身轻松，然后去跑步机上就跑了2公里，马上就浑身大汗，我就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洗，然后手机就不见了。就说你一点正事都没干呗。那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我可是做了最大的贡献，带了本手机啊！干嘛？微波炉、马桶、洗衣机、跑步机、旋转。我知道了，穿越的起到条件一定跟旋转的物体有关。穿了吗？穿了没？哇，穿了吗？再穿了，再穿了，好干净啊！最后一个能转的了，应该就是他了。我来吧。我这次进去，很有可能就被困在漫画世界里，再也出不来了。如果我有什么不测，请你记住，你最好的兄弟，是因为你才牺牲的，所以让我去吧。可以啊。不愧是你啊，比我还坚定啊！真穿了，我在这儿。该试的都试了，穿不过去呀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穿越需要一些咒语，类似于“你叫我的叫叫”这种咒语啊？哎，怎么可能？小伟。真是咒语啊！一给我的叫，一给我的叫叫，呀！一给我的叫叫，呀！真的穿越了！哇，小蛙，你是小蛙吧？你真的是只青蛙啊！那我是啥？我应该是蜘蛛侠。我在漫画里肯定是蜘蛛侠。你真是蜘蛛侠。嘿，我怎么这么小啊？哎呀呀呀呀！哎，小伟，小伟，小伟！
你是，原来你真在这儿。我们侦探，我们接到案子说你失踪了，就来找你，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。这是哪？监狱吧。啊，监狱？怎么说的这么轻巧啊？那这有没有什么危险啊？没事儿，死不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是我画的，而且鸡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有道理，那是不是我们也死不了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外面有反派是不是？有是有，但是这个吧，走。哎，走，松手！干他们！你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哎，老子平时最恨反派。哟，这不小狗狗嘛，这画的很可爱啊！来，陪你玩，来。死是死不了，但痛是真的痛啊！话说，咱们怎么回去啊？你们进来的时候应该有被一股力量疯狂旋转吧？哎，对，我就是这么进来的，按了下你的回车，然后莫名其妙就被撞进来了。按键的话，我是不小心按到了，但转没转不太清楚，毕竟第一次经历穿越，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了。什么风景？所以回去有2个办法，要么就再找一台电脑，要么就尝试转回去。现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找到电脑了，咱们只能尝试转回去。转回去？咋转回去？就尝试转回去啊！就比如说这样，转。我你干嘛我？什么情况？哎，别看了，快过来转吧，快！来了！哎，等等我！哎呀，我吐了！哎呀，快继续啊！大点，再大点。是蜘蛛侠，不是猪啊！蜘蛛毒，哎呀，你什么想要我来画？再大点。是这样的。你怎么拍？你看他这摔成这样啊！这3个不是扔纸是吗？
换一个点吧，点痛没？换一个点好吗？哇，这样看你完全不热，真是太干了。我刚才我吃了晚饭，早饭吃的。快点！喜欢爱到的笑容，做美丽的天，把你冷漠的阳光，做美丽的笑容，热爱100年无数的你，真的山要水。懂你的意思啊？Hello。Detectives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他真的出轨了。谢谢你们，尾款我马上让助理转给你们。钱先不急，我倒一事不明，你是怎么察觉到你老公出轨的？哼，女人的直觉。我老公以前只听摇滚，那天我上车，发现他居然开始听情歌了。还有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喊我老婆，可是有一天，他忽然开始叫我宝宝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人若反常，必反常。老婆，你个王八蛋负心汉！我天天在外面辛辛苦苦，你却沾花惹草。老婆，你准备好接受现实了吗？老婆，这些我所谓出轨的女人，其实都是你啊！你患了精神分裂症，经常扮演2个完全不同的女人。我那么做也都是为了配合你。2位侦探也是来配合我的，就是为了给你治疗啊！怎么可能？既然这样，老公，你准备好接受现实了吗？2年前你就得了精神分裂症，经常出现2个不同的人格，一个喜欢清纯的，一个喜欢性感的。我为了迎合你的喜好，只能扮演2个不同的女人。在我和医生的努力下，你现在终于有了好转，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甚至觉得有精神病的是我，还特地找侦探去刺激我，帮我治病。于是我只能将计就计，配合你们，让你直面这一切。等一下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隐瞒了。李女士，你准备好接受现实了吗？李女士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老公，我是你的主治医师。你的老公早在2年前就意外离世，你一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导致发病。这2年你一直就待在医院，2位侦探也是我请来帮你治疗的。不可能，老公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可能的还在后面，王女士。王女士，
你准备好接受现实了吗？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医生，自始至终只是你一个人，心理医生根本就不存在。小王，你准备好接受现实了吗？啊，这个世界真的是真实的吗？哪有什么王女士？嘿嘿，开个玩笑嘛，这个气氛太严肃了啊，幽默一下，幽默一下。怎么？老公，小王，你准备好接受现实了吗？嘿嘿，开个玩笑嘛，哈哈哈！不可能！小魏，你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点。抓马侦探第1季就在连续5次的反转后，在小魏惊愕的表情中结束了。这就是我们想跟贵公司合作拍摄的本质。好，这个剧本好，项目整体也不错，特别是开放式的结尾有点意思，我喜欢。但是两位把这个破案过程写得如此细致，两位不会不是编剧，而是侦探吧？哎呀，您别开玩笑。怎么可能嘛？开个玩笑。这样，两位稍事休息一下，我还有点事儿，等一下过来呢，咱们就把合同签了。好，张总，您慢走，你先忙，先忙。找你们俩来，是要你们找机会打入张泽斌团伙内部，找到他，通过拍电影洗钱的直接证据。我们可以编剧的名义写剧本，跟张泽斌合作。怎么样？我这剧本可以吧？太不真实了。终于结束了。不，好戏才刚开始。停，把灯开一下。我们先暂停一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部剧的出品人应该是我吧？对啊，李总，出品人肯定是您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你们这个飞字可就打错了。我的这个飞啊，它不是王菲的菲，它是腾飞的飞。哎呦，李总，我们的问题。后期太马虎了，我们的错，回去马上改，实在抱歉，实在抱歉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不过你们的这个片子呀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哦，那李总，咱们这个项目是不是可以和 B 站走合同啊？你们准备好接受现实了吗？项目啊，下次一定。我的美瞳好看吗？很累，但是都会值得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效果状态挺好的。对，所以你们的期盼期望呢？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
看。